大家好，我係羅仲謙。咁嚟緊我就要開工啦，就係《Call 3重小時2》啦，即係續集啦。如果講到我自己理想嘅家居咧，我就會比較喜歡好傳統嘅中國嘅屋頂啦，好似故宮咁樣嗰啲屋頂啦，好靚嘅磚瓦啦，咁樣有個出邊有個花園啦，花園有個魚塘啦，跟住有游泳池啦，有假嘅石山千秋啊咁樣，跟住所有人一家大細一個好大嘅房就住埋一齊，同埋希望嗰個屋就係永遠都 keep 到咁新啦，一代一代咁傳落去啦，薪火相傳咁樣傳落去。我自己比較傳